時間係食物嘅摯友，時間亦都係食物嘅死敵。為咗保存食物，我哋雖然已經擁有咗各種各樣高科技嘅保鮮方法，但係醃臘、風乾、糟聚、煙燻等等唔同嘅古老方法，喺保鮮之餘，亦曾經意外咁樣令我哋獲得到同新鮮食品截然不同，有時甚至更加醇厚鮮美嘅味道。時至今日，呢啲被時間二次製造出嚟嘅食物，依然影響住中國人嘅日常飲食，並且蘊藏中華民族對於滋味同埋世道人心嘅某種特殊感觸。秋日嘅清晨，古老嘅呼蘭河水流過咗原野，佢發源於小興安嶺，蜿蜒曲折咁樣注入咗松花江。呢一條古老嘅河流，千百年嚟滋潤住松嫩平原東部呢一片廣袤嘅地帶，養育住呢一度嘅居民。9月，兩岸肥沃嘅黑土孕育出中國最優質嘅稻米。喺金色嘅稻米豐收之後，呢度好快又會被冰雪咁覆蓋啦，成為一片寸草不生嘅白色海洋。喺漫長嘅冬季裏邊，當地人習慣儲存大白菜嚟過冬。而家喺冬季，雖然要得到新鮮嘅蔬菜一啲都唔困難，但係呢一種風味獨特醃製泡菜嘅方式，早已經成為本地人難以割捨，甚至走向全球化嘅風味美食。金順基而家生活喺北京，對佢嚟講，故鄉就係呢一種令到佢魂牽夢縈嘅泡菜味道。今年之前，我差不多有2、3年沒有回老家了，忽閃忽閃的感覺，就像家鄉在歡迎你的那種感覺。那時候就心情特別好，感覺也特別美。金順基嘅父母喺呢度一齊生活已經40幾年啦。今日媽媽會將菜園裏邊嘅收穫晾晒同埋醃製之後，寄俾喺城市裏邊生活嘅仔女。고추 잘 익었다 엄마. 너랑 고추 있네? 이게?菜園裏面白菜係媽媽每年7月頭種落嘅，選用嘅白菜都係深緊醃煉嘅品種，呢啲亦都係製造辣白菜最上等嘅食材。今日阿女第一次跟媽咪學做泡菜。이렇게 놓고 가지고 하긴 나쁘잖아. 이렇게 대가리를 짜게 놓고. 대가리 이렇게? 까다롭다야. 하면 되고 이렇게? 맞아? 이렇게 더 가내야지. 지금요? 切好嘅白菜用鹽水去醃擠出多餘嘅水分。
由於年年咁樣去壓泡菜，石頭已經變得無比咁光滑啦。做泡菜係全村人喺入冬之前第一件大事。一早各種準備功夫就陸續開始啦。塗抹醃料係做辣白菜最重要嘅步驟。醃料包括咗辣椒、蘋果、白梨、魚露同埋蝦仁等等。醃料嘅口味各家都唔同，但係只有即磨嘅乾辣椒粉就一定係大家都會有啦。朝鮮族遇到喜慶嘅日子，必然會食打糕。將糯米蒸熟，用木錘反覆咁樣去打，直至又黏又軟。香甜軟糯嘅打糕，配合清新爽口嘅辣白菜，就成為咗最完美嘅組合。左鄰右里嘅婦女們都好有默契，輪流咁樣去幫助每一個家庭去製造泡菜。院裏面散發出一種鮮辣嘅味道。村裏面家家戶戶都有自己嘅菜窖。半個月之後，經過乳酸慢慢發酵嘅每一顆成熟嘅新鮮白菜，將會變成合格嘅泡菜。我去西藏啊，還去韓國什麼的，很多地方都有這個花。偶爾會看得到的時候，我就覺得特別好，然後覺得很懷念那種小時候的那種的記憶。品嘗新鮮味道嘅願望係永恆嘅，但係時間耐咗，食慣咗呢一種被醃製出嚟嘅滋味，或者就會變得比新鮮仲更加要誘人。歲月越久，味道就越濃。當金順基嘅父母喺呼蘭河畔忙住醃製各種蔬菜嘅同時，喺4000公里之外嘅南國，每當秋風初起，呢度嘅人就會被呢一種時間嘅味道所吸引。南方嘅天氣同水土都同北方大不相同，因此南方人儲存食物嘅方法以及佢哋迷戀嘅滋味，亦都同北方迥然相異。臘味係南方人喺入冬之後傳統嘅必備美食。製造臘味嘅原意係為咗讓一啲容易腐壞嘅新鮮肉類喺南方嘅濕熱天氣裏邊儲存得更耐。如今，臘味既能夠成為家常小菜，亦都能登大雅之堂。煲仔飯係臘味最經典嘅食法之一。煮煲仔飯係一項複雜而辛苦嘅工作，
廚師必須嚴格掌握火候，先至可以做出恰到好處嘅煲仔飯。正宗嘅煲仔飯最好係用收穫後3至9個月嘅半新米，仲必須用瓦煲嚟做盛器。生米煮，猛火燒，煲熟之後再轉到炭爐上慢慢焗，讓藏喺臘味裏邊嘅肉汁完全滲入米飯。溫暖香濃嘅煲仔飯一直係最適合冬天嘅美食。阿添同屋企人一齊經營自己嘅臘味店，每日朝頭早佢都係店裏邊最忙嘅人。做呢一份工作，佢已經有咗10年嘅經驗。和興臘味店有60年嘅歷史。今日阿添同佢爸爸大伯一齊打理店裏邊嘅一切。南安臘鴨係老一輩香港人幾乎都會垂涎嘅美味，肥潤甘香，骨脆肉嫩，係製作麗湖臘鴨煲嘅上好食材。每到秋冬，阿添嘅臘味店簡直就係一座臘味大觀園。而喺呢度最出名嘅係要數店裏邊自製嘅臘腸。為咗控制品質，老店嘅工場一直設喺店鋪嘅附近。喺工場裏面，製作臘腸依然用傳統嘅全手工製作。做臘腸嘅腸衣要存放1年先至可以使用。搬成臘腸之後，仲要用釘把篤破腸衣，逼走多餘嘅空氣。用水草同麻繩將灌好嘅腸分小段分紮。只有經驗豐富嘅老工人，先至可以將呢一道工藝做得整齊美觀。從前，臘腸製成之後都要放喺太陽下曬乾，然後儲藏。而家因為天氣比以往潮濕，臘腸難以自然乾透，所以幾乎全部都要喺工場裏烘焙製作。1個星期之後，迷人嘅鹹香之味就會彌漫着整個工場。咁就其實因為香港係太多好多嘅各個國家嘅食物都會可以喺香港度食到，但係佢哋都會有份情意結，就係臘味係其實工場嘅師傅或者其他嘅同事都會係好繁忙同埋。夏天最尾嗰段時間都係屬於熱嘅天氣嚟嘅，咁變咗仲會更加係會辛苦啲咯。好多而家嘅年青人咁樣啦，都唔係話太中意做啲好辛苦嘅工作，花多啲心機去認識下你自己做嘅嘢。你有冇花心機去認識你自己做嘅嘢呢？有冇去嘗試去花多啲嘅心力去做嘢裏邊獲得更大嘅成功感？我阿爺到我大伯同我爸爸都有份經歷嘅一個行業，咁亦都令我更加會係有動力去繼續做落去。中國嘅味覺史就咁樣喺臘味中延續。喺在遠離香港鬧市嘅內地山區裏邊，你可以領略到更加古老、更為原始嘅味道。湘西位於中國東西嘅交匯處，呢一度山川險峻，交通閉塞。
我们苗家的饮食是传女不传男的，我这一整套饮食的话，全部都是我妈媽傳給我的。龍毅喺呢個偏僻嘅山村出世，好細個就想走出呢個大山。農曆8月，稻田裏邊嘅禾花開咗啦，又到咗苗族人製造醃魚嘅傳統季節。龍毅嘅哥哥正喺度製呢個醃筒。就是做醃魚的話呢，它必須要選荷花魚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它就是什麼呢？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好的筒子。醃筒嘅主材料係質地堅硬嘅杉木，製作非常講究，必須選用竹篾箍緊，以防食鹽嘅腐蝕。禾花魚就係農民喺稻田裏邊放養嘅鯉魚，因為喜歡食飄落嘅水面嘅禾花而得名。那个时候是最舒服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快乐的事就是我妈妈每年呐，就是有这个荷花鱼的时候，我妈妈每年都要做蒸鱼吃，热气腾腾的，一人一条，就拿着这么咬。製作醃魚，首先要將糯米去炒熟。呢個係唔可以缺少嘅調味料之一。新鮮的上好的這紅辣椒，就剛從地裡面摘的。黑生薑，因為生薑它去腥。還有山賴。木薑子是必須要的，木薑子一般都是到山上採的。還有就是鹽。把这扯进来。我们苗家叫荷花鱼，然后那荷花的话它含糖，营养成分也很好，然后的话那鱼就长得很快，而且它的肉质啊特别的鲜美，吃起来很甜。將魚一層一層咁樣壓緊，再壓上重石。1個月之後就可以開桶食用。而家每次重返山寨，對龍毅嚟講都係一次心靈嘅回歸。我們都是最喜歡坐摩托車，因為坐摩托車相對我們以前沒有公路的時候來說啊，那是特別好的享受了。讀書的時候啊，雖然讀得很苦，但是自己呢知道很努力，一定要走出去。就說我現在苦幾年，以後我可能就幸福很久。英語跟臘肉啊，在我們整個我讀書期間的話呢，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媽媽他們就是給我們用那個玻璃瓶子啊，炒好大一瓶，全是醃魚，有時候就是醃魚裡面放那個黃豆啊，或者是臘肉裡面炒蘿蔔條呀，這樣子帶着走。湘西冬日高寒，每到咗冬季嚟臨之前，村裏面家家戶戶都要分製臘肉，非常均勻的切成一塊一塊的，要把它抹上鹽，用苗家自己釀的米酒把那個鹽溶掉。
啊，出去等朋友。哦，还有有特地写字不要咯。我想很贵。来啊。對於淳樸嘅苗家人嚟講，葉魚臘肉唔單止係一種食物，而且係被保存在喺歲月裏邊嘅一種生活同埋記憶。一般是我們要趕課的話，就是早上3、4點鐘就要起來，我媽媽就早上就3、4點鐘之後就開始送我啊，就送了幾個坡以後，那個天呐，魚肚白的時候啊，她就跟我說，她說，滿雨啊，你走啊，你自己走了，現在天快亮了，你就自己走吧，這個天是越走越亮的，我要回家做事去了。然後我啊，哎呀，壯着膽子走。臘肉同埋葉魚曾經陪伴住苗族少女走出一片新天地。而同樣喺崇山峻嶺行走嘅面略呈这个铜绿色，鱼鳃是发红的，你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很香。蕨魚係中國獨有嘅淡水魚之一。劍撲聰偉嘅徽州人則發明咗用醃製同發酵呢兩種方法，再次製造美味嘅魔法。你用筷子把這個魚肉剝開，它裏面的魚肉是呈蒜瓣狀的，一片一片的，很細嫩，很鮮美的。徽菜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鮮肉醃製後省略咗煙燻嘅程序，切片將佢放喺上等嘅樟木板上，耐心咁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鹹肉嘅油膩，既保持肉裏邊嘅鹹鮮，又油而不膩，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刀板留香。喺今日嘅黃山地區，農家後院裏面依然晾曬着火腿同埋鹹肉。喺葉師傅睇嚟，家鄉嘅農家火腿係世界上最美味嘅火腿。當然佢都知道喺距離古徽州唔遠嘅浙江金華，有一種更加著名嘅火腿，肌紅脂白，香氣濃郁，滋味鮮美。金華火腿通常被細分為5個部分，上方係肉質最好嘅部位。江浙傳統名菜蜜汁火方中嘅火方，指嘅就係金華火腿嘅上方。呢道菜費功夫、費材料，亦都費時間。鹹香嘅火腿淋上事先煮熱嘅蜜汁，鹹甜交織，回味無窮。中方通常可以切絲，與蹄筋、海參配搭，
成為傳統宴席當中高檔嘅火腿菜。火筒、火爪同埋滴油可以用來燉湯。用金華火腿熬出嚟嘅湯，構成咗一切乾節菜以及唔少傳統粵菜嘅湯底。火腿嘅傳統製作工藝好受自然條件影響。金華四面環山，為火腿醃製提供咗天造之利。因此，亦都有人推論，徽菜裏邊嘅刀板香係金華火腿嘅雛形。亦都有民間傳說認為，金華火腿起源於1000年前嘅宋代，曾經係抗擊外族入侵時嘅一種軍糧。今日嘅火腿工廠已經引進咗現代化嘅生產設備，同歐洲合作生產具有中式同西式混合風味嘅火腿新品種。每條豬腿原料都要經過按摩處理，以保證佢喺之後嘅過程中充分呼吸同埋發酵。上鹽過程中，通過控制溫度同埋濕度，確保豬腿吸收恰到好處嘅鹽量而不會過多，以適應今日大家對健康飲食嘅要求。長達30個月以上嘅窖藏發酵之後，喺酶嘅作用下，最終製造出最濃郁嘅異香。火腿菜式喺傳統嘅基礎上，亦都進行咗改良。低鹽火腿被切成薄片，精緻加工，更加符合健康嘅飲食潮流。可以生食嘅火腿新品種，讓傳統嘅食客可以領略到異域風情。金華火腿正在同金華呢一座小城一齊喺時代中演變邁進。而喺上海呢啲咁嘅繁華都市裏邊，人更加依依不捨嘅，似乎係記憶裏邊嗰啲老味道。三陽南貨店係上海老一輩人熟悉嘅土產商店，江浙地區各式嘅乾貨都可以喺呢度揾到。2012年嘅春節，呢度就賣咗13000隻金華火腿，而每一隻都係傳統同埋舊式嘅。我1年時間我不用擦油的，因為都是火腿油，每天都是以前也不是去多少吃手的，我們都是油，來說油是很值的。南貨店裏邊出售住江浙地區廣受歡迎嘅各種醃臘食品，好似杭州人家家戶都會自製嘅醬鴨。上海人做醃篤鮮時唔可以缺少嘅鹹肉，寧波人走到邊度都會懷念嘅黃魚腸，作為百搭嘅筍乾，梅菜扣肉裏面嘅肇慶梅菜，喺某種意義上，咁樣嘅南貨鋪，其實就係上海呢一個移民城市一座座嘅味道紀念館。喺上海，如果冇試過汪姐嘅手藝，可能好難以頂級食家自居啦。無論係寧波菜、肇慶菜，或者係濃油赤醬嘅上海本幫菜，比如醬汁肉、紅炆蝦、煎鯧魚、油炆春筍同面拖蟹等等，汪姐樣樣都精通嘅。女人嘛，也好好穿衣服，不管我胖跟瘦，我也得去逛逛。朋友一起逛街，哎，我只要看到旁邊有菜場，他們找不到我了。人呢？剛才買鞋的人呢？跑菜場去了。我情願去逛菜場。這麼小的人就是買肉啦，快點。汪姐最受朋友歡迎嘅，都係最拿手嘅醉蟹。
你的山东哪里这么灵？我从小喜欢吃菜，我爸妈呢就是喜欢做菜。上海呢这弄堂房，一栋门进去有10几家人，到点了每家都在烧，我很小，我每家都得去看，这家烧什么，那家烧什么都看，我就喜歡學。江浙一帶自古就會用酒漬嚟保存食物，後嚟亦逐漸成為調味嘅一種方法。除咗醉蟹，醉蝦就係江浙居民最喜歡嘅送酒菜式之一。这脏的东西就在这里边，刷子要刷干净。你看，红吧，这膏多好，鲜红的。这些做这些，如果做到以后，这黄的东西变很黑的，越黑越好。加入咗白酒，可以令到河蟹吐清咗泥沙。每一個廚師都會有自己獨特嘅調味方法，除咗上好嘅黃酒，汪姐亦都有自己嘅秘方。配料是每個人不一樣的，我覺得我哪味料對我就放哪味料，蟹的那個鮮味要提出來，然後要香味要提出來。除此之外，密封保存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上海人喜歡吃糟貨，放點那個豬蹄啊、雞翅膀，那很香，下酒下飯都很厲害的東西。製造酒糟菜，關鍵係要喺罐裏面加入黃酒裏榨出嚟嘅酒糟。糟的東西啊。霞浦，閩東最古老嘅縣份，漫長嘅海岸線為呢度製造出眾多嘅天然海灣，大海已經成為咗種植紫菜嘅一座水上農場。霞浦漁民林仁卓今日要為自己嘅農田再架設幾支毛竹。我18歲那一年跟老爸學習種紫菜，我種了28年了。喺山上斬來嘅毛竹要經過預先處理，將裏面嘅竹節疏通，以方便將毛竹插入海底。海面上插的有分的有爛的，比較辛苦。毛竹每條長16米以上，將佢架設喺海裏邊，唔係一件輕鬆嘅工作。喺田間地頭巡視管理，
係林仁卓每日必做嘅工作。潮水一落，網簾懸於海面以上，紫菜苗進行光合作用，享受陽光空氣。漲潮時，紫菜苗浸入海水中，充分吸收養分。潮漲潮落間，又到咗紫菜收穫嘅季節。紫菜嘅味道係靠烘烤產生嘅，加熱使紫菜嘅色素同埋細胞發生變化，呢個就係烘烤後嘅紫菜味道更加芳香濃烈嘅原因啦。收穫嘅季節結束啦，但林仁卓嘅工作並冇結束。喺呢一度，自然與人工嘅合力演變出萬千嘅視覺景象。凌晨5點，台灣雲林縣口湖鄉嘅漁民將迎接決定佢哋一年生計嘅關鍵時刻。烏魚子係台灣西南沿岸嘅特產，取烏魚卵醃製而成。由於形狀似中國嘅麥，日本人將烏魚子稱為糖麥，並將佢視為世界3大美食之一。300幾年嚟，烏魚子一直係台灣最貴重嘅漁獲之一。每年冬至嘅前後10日，成熟嘅烏魚一定會從大陸北方沿海南下到溫暖嘅台灣西南部海域產卵。最近10年，台灣沿海各地開始人工養殖烏魚，烏魚豐收季節亦都被漁民稱為黃金季節。烏魚需要養殖3到4年，烏魚卵亦都因此大而肥美。而家呢度已經成為台灣島內最大嘅烏魚子產地。取出魚子後，以食鹽滲入各部位，鹽漬4至5個鐘頭，板壓脫水。再經過日曬、風吹嘅過程，先至能製成優質嘅烏魚子。外形厚實飽滿，色澤橙黃通透。烏魚子嘅食法好多，依照古世嘅燒烤方法，最能發揮佢嘅天然原味。炙烤之前，先要灑上米酒。而炙烤嘅時間亦都好重要，相差幾秒，口感就會有天淵之別。燒烤到兩面金黃色嘅時候，香氣四溢。入口之後，通過輕微嘅黐牙感，可以感受到佢無比細膩嘅質地。再配上甘甜微辣嘅白蘿蔔同埋鮮辣嘅青蒜，最能充分彰顯烏魚子綿密軟糯嘅原味。除咗最傳統嘅燒烤食法，好多餐廳都開始推出新嘅食法，將佢同蔬菜同烏魚肉等各種不同嘅食材配搭，
曾有美食家斷言，世界上最難食嘅嘢就係忘記咗放鹽嘅食物。事實上，鹽唔單止能夠為食物提鮮，仲係全人類喺食物保存上最通行嘅方法。曾有學者推論，人類嘅歷史都係跟住鹽嘅味道前行。嘅蝦膏歷嚟都係炒菜同埋蒸肉嘅絕佳配料。呢間係經歷4代人嘅百年老店。76歲嘅郭少芬，大澳本地人，做蝦醬已經有50年以上嘅經驗。蝦膏蝦醬咧，如果我哋本身咧，本月生嘅4月8已經有噶啦，4月初8我哋講農曆嘅。嗰啲比較鮮味，嗰啲係香味，呢種咧係粗嘅，呢種係滑嘅。係。最後咧出嚟嗰時咪切一片片咯。無論係蝦膏或者係蝦醬，主料同配料其實就係最簡單嘅鹽同銀蝦。製作方法亦無非就係將蝦同埋鹽攪碎咗之後，放喺竹篩上面晾曬。喺今日，無論島外面嘅醬園發展有幾大，地處沒落漁村嘅百年老鋪，仍然係踩住自己不變嘅步伐前進。以前做3種蝦嘅，點解3種咧？蝦膏、蝦醬、鹹蝦，有種蝦好鹹嘅喎，佢半隻蝦嘅，好鹹嘅。佢話食整鹹豆漿，有啲潮州人炸陰餸粥。呢個已經被廢棄嘅木桶，想當年每一次可容納接近3噸嘅蝦膏。而家店鋪完全靠郭少芬同埋佢個仔2個人打理。呢個我先生，郭少芬20歲嫁到鄭家，從此就同先生一齊經營呢間百年老店。直到2011年，相濡以沫嘅丈夫去世。咁即係做咗有1個月到啦，有20零日有員工飯食。佢係嗰晚咧就去食員工飯啦。嗰晚就喺酒。冬天，金順基喺北京嘅屋企裏邊種咗從呼蘭河老
要喺數量上統計中國菜嘅品種，喺地域上毫無爭議地劃分菜系，喺今日係一件幾乎不可能完成嘅事。除咗食材，更重要嘅係烹飪、火候嘅拿捏、佐料嘅配搭、刀工嘅精妙。喺中國嘅廚房裏邊，藏匿咗太多嘅秘密。呢啲豆腐球係佢同妻子幾日嘅勞動成果。有啲豆腐已經顯得微黃，但呢種程度嘅改變遠遠不夠。姚桂文仲要好耐心咁等待幾日。乾癟堅硬同埋黑褐色嘅表皮先至係成熟嘅標誌。呢種變化來自於自然發酵。黃翠華用細塊嘅紗布將唔成形嘅嫩豆腐緊緊包裹起來，壓出水分之後，豆腐先至會成形。如果唔揸緊時間，新鮮嘅豆腐好快就會變壞，咁意味着佢必須包得好快，而且冇時間休息。一盤燒得啱啱好嘅炭火，係姚桂文下晝工作嘅關鍵。位於雲南紅河地區嘅建水古城，古稱臨安，喺1200年間一度係中國西南嘅重鎮。而家原木嘅榮耀已經隨時間嘅流轉褪色。同雲南好多小城一樣，建水係一個多民族嘅聚居地，各種文化嘅摻雜，形成咗特有嘅氛圍同埋格局。炭火嘅熱力使到堅硬嘅豆腐迅速膨脹，咁樣好容易俾人聯想到發酵嘅麵團。建水人亦都好識得享用呢一種由風乾同埋發酵打造出嚟嘅特殊味道。用來點豆腐嘅調味料各有不同，但係對姚桂文嚟講，豆腐本身嘅質地先至係最重要嘅。河谷地區嘅溫暖天氣，好容易使到豆腐發酵。而適度嘅乾燥，又使到佢哋不至於腐壞。對於風、水、陽光同豆腐之間嘅微妙關係，姚桂文比任何人都要敏感。呢度係建水最著名嘅大板井，喺水井旁邊，婦女們單靠手指嘅合作，就可以構建起一條豆腐嘅生產線。做豆腐嘅各個環節都同水有密切嘅關係。胡學兵正趕往縣城，佢會喺早市上面賣咗今日嘅豆腐。壽縣係安徽省北部嘅一座古老嘅小縣城。
呢度嘅人對豆腐有一種獨特嘅情感，佢哋相信自己嘅祖先就係偉大嘅豆腐發明者。10月中旬，皖北地區嘅黃豆早已收成全倉。用新黃豆製成嘅豆腐向來都最受歡迎。喺中國幾千年嘅農耕歷史中，大豆一直佔據着重要嘅地位。喺已知嘅豆科食品中，大豆係蛋白質最豐富，亦都係最廉價嘅食物來源。但係佢早期嘅遭遇，曾經一度令人相關。好多人相信，2000多年前正係熱衷煉丹嘅淮南王劉安喺八公山中用豆漿培育丹苗時候，巧合加入咗石膏，於是無意間促成咗豆腐嘅誕生。唔理呢個事實係咪真嘅咁富有戲劇性，中國人必定經歷咗漫長嘅摸索，最終先至創造出豆腐呢一種了不起嘅中國食物。9月下旬，烏珠木心草原已經冇晒綠色啦。曼克同埋佢屋企人要揸緊時間啦，因為佢要喺嚴冬之前做呢場最後嘅放牧。草原嘅深秋充滿咗寒意。乾燥嘅牛糞可以令到爐火燒得更加旺盛。奶茶永遠係早餐嘅主角。磚茶、黃油、炒米同埋鮮奶係做一鍋奶茶最重要嘅成分。奶豆腐係幾日之前做好㗎喇。草原上面嘅人離唔開奶茶同埋奶豆腐，無法依靠蔬菜同埋水果嚟補充維生素同埋礦物質，都可以喺呢一度得到。
草原係有神奇又化繁為簡嘅能力。木犢係曼克嘅牛，正處於哺乳期。媽媽想要喺母牛上面得到鮮奶，就要先過小牛呢一關啊！鮮奶已經唔似天氣暖和嘅時候咁容易發酵啦。媽媽要找緊時間去做佢嘅酸奶豆腐。咁樣運用，一個光滑嘅牛奶團，好快就被猜咗出嚟啦。三兩下手腳，呢個牛奶團就會被拉成薄片，捲上牆上面嘅竹架。喺遠離北方草原嘅雲南大理，白族人用相似嘅手法嚟轉化呢度嘅牛奶。乳腺被放到屋裏邊風乾，就好似掛喺咗巨大嘅風鈴。喺800幾年前，忽必烈時期嘅蒙古人遠征到雲南，定居呢度嘅蒙古人亦都帶嚟咗遙遠家鄉嘅奶食品。佢哋唔會諗到呢一種轉化嘅手法一直被流傳落嚟，生機勃勃。媽媽從木盒裏邊取出已經結實嘅奶豆腐，風乾咗嘅奶豆腐可以保存好耐。佢哋唔係經常食肉，因為牲畜太寶貴啦。各種奶食品幾乎成為草原上面嘅主食。呢間係位於北京市區裏邊一座大型嘅蒙古餐廳，美味嘅烤羊背成為食客嘅首選。佢好容易就會令人聯想到草原上邊嗰種粗獷嘅生活方式，但係對於嗰啲身處草原腹地嘅人嚟講，呢啲奶食品先至更加貼
手持套馬杆，終身一跳就上到馬背。孟克覺得自己充滿咗力量。草原以外嘅地區，游牧被農耕取代。我哋冇條件大規模咁樣去放牧牛羊，有限嘅土地首先會被用作耕種。乳製品最後唔可以喺中原嘅廚房佔到一個席位。農耕文明中嘅人轉而將目光農民另闢途徑喺植物範疇尋找蛋白質嘅供應，咁樣對歷史上缺乏肉食嘅中國人嚟講，既係智慧，亦都係一種幸運。喺浙江天台山嘅古老寺廟中，啲僧人正準備開始佢哋一日之中最重要嘅一餐。修行者嘅食譜全部係素食，修行嘅生活亦都好清苦，即使係用餐，亦都係一種功課。事實上，只有中國嘅漢地佛教先真正將食素作為一種戒律來遵守。呢個戒律深刻影響咗1000多年之間中國人嘅素食傳統。來源於植物嘅豆腐，既符合嚴苛嘅心理戒律，同時亦都能給予身體所需要嘅營養。喺蛋白質嘅供應方面，大豆食品係唯一能夠媲美肉類嘅植物性食材，對於素食者嚟講係相當完美。中國嘅豆腐喺清寡中暗含咗某種精神層面嘅氣質。而家方興玉將豆腐坊嘅大部分工作交俾咗大女，作為家中嘅長女，媽媽將佢同豆腐坊嘅未來聯繫喺一齊。
喺餐桌上面，一家人陸續咁進入同埋離開。最後翻嚟嘅係姐姐，妹妹要陪姐姐食完呢一餐凍晒嘅飯。我就希望他。方希勇希望同呢度有關嘅一切，自己嘅女都能夠學習同埋領悟到。呢啲絨毛係微菌。酵母菌同埋細菌是否能夠和諧生長嘅指標，呢啲直接關係到發酵嘅進程，以及最終味道是否鮮美。懂得美食嘅徽州人係毛豆腐嘅知音。食法可繁可簡。喺老徽州眼內，一點辣醬就可以讓炭火上嘅豆腐錦上添花啦。豆腐嘅內部已經大為不同，毛霉菌分泌蛋白酶，讓大豆蛋白降解成小分子嘅凍類、多肽同埋氨基酸。呢一系列轉化賦予咗豆腐異常嘅鮮味。呢一種濃郁嘅風味被徽州人稱為家鄉嘅味道。菌之間細小嘅顆粒係散落嘅孢子，佢哋係毛豆腐成熟嘅標誌。聰明嘅中國人對呢啲微小生物嘅運用得心應手。事實上，呢種轉化嘅智慧喺更為久遠嘅年代裏邊就已經栩栩生輝啦。酒
應該係人類利用微生物進行食物轉化嘅最早案例啊！用稻米釀出嘅黃酒係世界上最古老嘅酒類之一。立冬嘅清晨，肇慶呢家落緊雨啦。對於釀酒師嚟講，呢一個係好嘅兆頭。哈姆菌中意江南冬季呢一種綿長又濕冷嘅天氣。喺酒廠裏面嘅舊廠房裏邊，師傅佢哋出出入入，準備為呢個祭祀用嘅供品。今日係請酒神嘅日子，冇人會咁怠慢。即使係最好嘅釀酒師傅，亦都無法可以保證每年都可以釀出最好嘅酒，因為有觸摸唔到嘅天、風、空氣同埋菌。每一年嘅儀式都係釀酒師對自然表達嘅一種敬意。肇慶黃酒冬釀好快就開始啦！菌會將糯米中嘅澱粉轉變成糖分，而哈姆菌亦都會負責將糖變為酒精。喺黑暗裏邊，彷彿傳嚟咗發酵菌歡樂嘅歌聲。時間越耐，
酒就越香醇。黃酒綿長而厚重，中國人可以從呢一種飲品裏邊，同時品味到油同埋光兩種境界。飲黃酒嘅肇慶人不溫不火，佢哋對傳統嘅堅持亦化為濃厚嘅滋味喺舌尖上流淌。这酱油啥现在基本上加5多倍嘅酱油。肇慶人離唔開豉油，呢個幾乎係肇慶最醒目嘅一種味覺標記。幾乎食任何嘢，佢哋都會點一下豉油。足夠嘅鹽度可以令食物喺潮濕嘅環境裏邊放好耐都唔會壞。喺豉油裏邊煮過嘅食物都會加上咗濃厚嘅豉油味道。佢哋俾呢度嘅人叫為家鄉菜。由古至今，呢度就係富裕之地。呢家啲人仍然好中意住喺河邊，過住閒適嘅日子。醬缸修修補補用咗幾十年㗎啦。陽光嘅暴曬可以激發菌嘅活力，但係雨水就可能會破壞一切啦。醬缸個蓋有時攞落嚟，有時又擺返上去，時間就係咁樣反覆之中流逝㗎啦。中國嘅醬喺人類發酵史上獨樹一幟，數千年間成就咗中國人餐台上面嘅味道基礎。喺中國北方，醬嘅意義就更加直接啦。黃月英屋企個醬缸裏邊，只剩下缸底嗰一層，足夠嘅鹽度令醬可以喺嚴寒之中亦
煮熟咗嘅黃豆喺鍋裏邊會直接地中爛。喺中國嘅東北地區，做醬只會用大豆呢一種材料，咁簡單，原來都係一種奢侈。黑龍江有中國最肥沃嘅黑土地，呢度嘅耕種同埋收成期時間好短，但係可以出產將豆蓉堆砌成型，醬嘅味道甚至可以成為衡量一個家庭主婦做得好唔好嘅標準。綁實嘅醬杯會掛喺牆上面，喺之後嘅2個月裏邊，佢哋冬季喺強大嘅蒙古高氣壓籠罩之下，北方比其他中國地區將豬肉嘅油分化解咗。東北人嘅食物裏邊不流於精緻外在嘅形式，佢哋嘅內容就好似東北人嘅性格一樣豪爽大方。今日仔女都要翻嚟家鄉睇父母㗎啦，一頓酸菜餃子。糟醉同埋煙熏等古老嘅方法，喺保鮮之餘，亦都曾意外地讓我哋獲得咗與鮮食自然不同，有時甚至更加順口鮮美嘅味道。時至今日，呢啲被時間2次製造出嚟嘅食物，依然影響住中國人嘅日常飲食，而且蘊藏着中華民族對於滋味和世道人心嘅某種特殊嘅感觸。